人講5月13，人看人就是講台北下海城隍鬧熱的景致。今年台北的下海城隍文化節的廟方和地方的發展協會來合作，對6月中開始連續3禮拜，攏是鬧熱滾滾真濟活動，要讓民眾來認捌到城隍爺的故事，了解傳統文化，也會當熟悉大稻埕歷史。城隍爺甲番社將軍鬥陣唱歌跳舞，2026台北下海城隍文化節準備起鼓。其中一個特色，就是逐年攏會替城隍爺換新的新棉衫。今年換新衫頂懸，除了有船甲火車，代表大稻埕過去因為交通利便，加做台北經濟發展中心，也因為大稻埕是228事件的起點，設計師也把這個歷史放入去設計內底。老爺新棉衫頂懸啊，伊個兩邊甲後邊就是有伊個駕乘的下番將軍，下番將軍伊個手中摕那個法器啊。最特別的是咱的台灣的原生種的台灣百合，其實就是要緬懷紀念這段民主甲自由的所代表意義。俗語講5月13人看人，迎神賽會甲天下。逐年文化節的活動攏吸引真濟民眾參加，今年也規劃市集、菜雞、歌戲、布袋戲等等的活動，要慶祝城隍爺生。6月25哦，咱有暗訪哦，啊，那伫個6月27哦，咱有這5月13迎城隍，啊，迎完城隍了後咧，就是5月14哦，就是我們國曆的6月28哦，就是甲城隍路也有這個壽宴哦，咱再來都會來拜拜，甲神明來講，來城隍爺講生日快樂。老爺跟我們都站在一起，然後生日的時候有想要跟他的朋友好好的唱歌跳舞，然後很開心，然後一起來度過他生日的這一天。廟方表示，舊曆5月13迎城隍文化節已經成做大稻埕熱天的大代誌，所以也結合在地發展協會、店頭、學校做伙合作，對6月13一直鬧熱到7月初5，連續舉辦3禮拜，讓民眾認捌城隍爺的故事、傳統的文化，甲大稻埕這塊土地的歷史。記者郭友基、林曉凱台北報道。